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沿着86快速道路下来平面道路的大同路，你会看到一间很特别的咖啡店。咖啡呢，永远是跟人文在一起了，所以你们很好奇这间店里面有什么呢？跟着我来吧，我们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我们走到这个充满现代感的人文空间，David，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他就是我们帝国咖啡的主人戴君婷。大家好，我叫戴君婷，也可以叫我 David 或者是 David，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名词，不过很容易记。为什么叫 David 啊？因为我英文名字叫 David 嘛，那我以前台湾的同学就会叫我 David 就变 David， 他说，那你干脆绰号取个叫 David 好了，茶米这样子好记。哇，感觉啊，你如果来到帝国咖啡，你找到那个 David 就对了。今天我记得哈，我们在这个大同路的这个小方块，原本它是个空地。现在从无到有变成一个这么好的人文空间，那你是怎样经营它的呀？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建这个咖啡店呢？最初想要开一间咖啡厅，主要是因为爸爸他退休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开一间小小的咖啡厅。那我当初还在读研究，有听到这个想法，然后就觉得其实也蛮有兴趣的。然后爸爸也是提到他打算是从房子自己盖，然后自己装潢。那我就想说这个经验不错，想要回来做学习。那自己其实在大学跟研究所时期也很喜欢到学校对面的咖啡厅喝咖啡，泡一整天就坐在里面看书用电脑，所以就想说不错，借这个机会自己回来盖一间自己喜欢的咖啡厅，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整个从盖房子、装潢到采购设备啊、冲煮跟烘豆这些都可以学到，就觉得很有兴趣。其实你蛮斜杠的耶，如果我知道的话，您是读化学硕士，对不对？对。那化学跟咖啡有绝对的关系吗？有，其实在冲煮啊、萃取到烘豆，其实都息息相关。那咖啡协会其实他们的一些资料文献里面也都根据化学跟物理的基底去做探讨。了解。其实我们知道哈 ，David 会在这边做这个咖啡厅，最主要是因为想要完成爸爸的心愿呐哈。我真的觉得你是来报恩的哈，真的爸爸很幸运。但是你们当时呢，在这里做这个咖啡店的时候，你们共同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帝国。为什么叫帝国呢？帝国这个名字跟 logo 都是爸爸设计的。那他在开店之前，他其实对开一间创造一个新的企业跟公司有一个理想跟抱负，就是希望公司可以照顾很多人。照顾很多员工，那也是他取这个"帝国"这两个字，其实出处是来自杜甫的一首诗。那有一句话里面就写到"润物细无声"，那他希望这间公司的咖啡跟我们提供的服务都可以像大雨一样滋润大地的果实。那这个果实，大地的果实就是客人跟我们的员工。那希望我们是默默付出，然后让它开花那个结果。对，杜甫这首诗其实告诉我们说，大地呢，它的雨水力量是点点啊水，点点啊葵花。我感觉是也有帝国的精神。不过我有一次哈，我坐在这里听你爸爸讲的说咖啡是很特别的，它正好生长在赤道地区，所以呢，这个咖啡的果实它养活了许多贫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帝国的花心真的很让人感动。那我们进到这个咖啡店会看到3个帝国非常好的一个 logo。那这3个 logo 呢，它主要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我们厂商那边有3个 logo，一个是餐饮部，一个是咖啡部，一个是面包部门。我们这3个部门从创店开始就是决定以3个部门独立运作的方式，都有各自的主管跟主厨，那都要非常的专注跟去非常深入的研究它的那个技术，让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不是只是单纯在咖啡。我们希望餐饮跟面包还有甜点都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其实为了要让这样的专业跟食材被大家所看见，我记得您好像也用了你自己非常好的科技比如说你用电脑来控管去烘豆子，对不对？等一下可以带大家去看我们烘豆机啊，还有我们冲煮咖啡的水龙头，每一个地方我都有自己加装很多温度计、水质硬度的 sensor， 那这些数据也都会有程式去做呈现，它整个烘豆的曲线也好，还是冲煮过程我们使用水的硬度，我们都会去做调配，就是为了冲出一杯最好的咖啡，烘出一支最好喝的咖啡。那这些记录以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或者是大家的程式、手机上面都可以提供给大家看。所以其实呢，在帝国咖啡，我们不只看到它可以用科学化的数据，让我们的美学呢，其实更精准的实现，能够享用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美学里头。我最重要是在这里呢，除了咖啡以外呢，他们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课程。那这些课程呢，有咖啡的，刚好这边有准备。那我们这边看到，我们这边就有提供各种相关的课程，从咖啡的烘豆啊、拉花、手冲的体验，还有讲水质的。那另外我们也希望多元化，所以也有画画课，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办一些摄影课、桌游的，甚至还有城市的，像这个人工智能读书会，就是我自己另外有兴趣，就希望提供一个课程读书会，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知识。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品尝非常好的咖啡、非常好的面包跟餐饮之外，我相信呢，在这里呢，提供更多的多元的一个课程学习。像我们就曾经在这里呢上过许多次的 AI Free Talking。你看，在我们现在人所需要的 AI、AR， 然后呢 VR 这些，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完全能够喝咖啡的时候就学习得到。所以呢，帝国咖啡真的是一个蛮值得你来的人文空间。欢迎你呢有空常常来哦。我们谢谢 David， 谢谢。带咱们爱读册，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喜欢读书吗？我知道您是的，因为呢，我们自从节目开播到现在，收到很多朋友的爱好者，他们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节目呢，使我们跟书结了更深的缘分了。其实书一直是我们城市里头非常丰富的一个人文的能量。我记得在10几年前，我们台南有一个地标点，它是在长隆路，然后那里呢是当时呢诚品呢它所设的一个书店的所在。在台南呢，每一年到了要跨年的时候，有个盛事，我想很多老台南人都知道了，因为诚品书店会让我们跨年那个晚上留下很难忘的回忆。在那个晚上呢，最后的一夜，然后许多的人在那边弹着吉他唱歌，然后呢，在那一夜里头，我们也慢慢的闻到咖啡香，在整个书店里面就播散出来了。然后呢，乐团的声音里头，我们开始数着5、4、3、2、1 ，Morning has broken。然后你发现，在你身边，我们拥抱着迎接新的一年的很多是当时的喜欢书的好朋友。我记得有汪庆梅老师、林瑞明老师、陈昌明老师，这些台南喜欢书的朋友，通通都到了。当然，更多是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城市可以因为书店的关系，有很好人文地标，而且让整个城市美丽了。您想想，如果我们今天在人生最好的大学4年，你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城市跟书店做朋友，那多好呀！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团体，他是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的这个朋友，那么他由陈昭莹老师以及林秀慧老师带领一群大学生，他们真的花了1年多的时间来到台南跟书店做朋友。因此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来听听老师们以及学生们他们跟书店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我们邀请了其中的4位学生以及陈昭莹老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好，我们欢迎昭莹老师。美霞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南大学陈昭莹老师。对，那还有呢，他们其中的一位成员是嘉文。美霞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的同学张嘉文。还有一个是这个怡轩。美霞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的陈怡轩。对啊，你看青春充满能量啊！而且老师，我觉得你们好幸福哦，带这一群这么有冲劲的年轻人，他们走到一个文化的现场。老师，我们很好奇哈，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选课的过程中，一定有社团嘛？那你们成立这个社团，为什么当时要让他们走进书店？这个社团成立的缘由是什么？那里面有什么理念呢？谢谢美霞老师。其实我也觉得能够带着这群孩子一起做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那其实我们这个不是一个社团，它是一个社群。哦，社群。那它是一个师生共学的社群，然后它是在课后发生的。那但是虽然是在课后所发生的一个社群，但是我们其实是从课程当中衍生出去的。那不管是我的课程，我当时的课程是儿童文学概论，是。那另外一位伙伴林秀赫老师的课程是阅读与写作，是。那我们都会谈到，在课程当中都谈到书店的这样一个主题。那有时候在聊的时候，就会谈到说，哎呀，真的是有点感伤，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大环境，实体书店的景况其实是一个渐趋没落的一个现实的趋势。对。那就像就像老师刚才讲的，书店其实是一个测量城市人文厚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对。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对这个整个大环境的书店或者整个城市，在书店这块会有一些帮助。
我了解。所以其实老师，我觉得你蛮好，是让孩子真的去体验到在这个城市里面所发生的人文现象，不仅在课程中。对。那你们这个社群的名称叫做？我们这社群的名称叫做设计阅读与阅读设计。然后谈的是人书关系跟空间建构的思考。也就是说，其实阅读本身是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结构性，所以你们才用设计阅读这个概念去讲。那我觉得你把这些学生带到这样子的一个书店的现场，你们一定会先从台南的书店选起，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哈，这个你们总共有8个成员，对。那我们今天就邀请了嘉文跟怡萱了，老师很想跟你们了解一下说。这么多的社群，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社群？而且刚刚我们老师提到过，这社群是你的功课之外，你还要再花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你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一个社群呢？当初就是赵颖老师提到这样子一个社群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因为其实从小都还蛮喜欢去逛书店的，只是因为现在就是科技就是一直在走，所以电子阅读的趋势其实是不见上升的。所以那时候观察到，就是家里附近有一些老旧的书店，其实是一直不断在倒闭的。然后再加上那时候就是因为有情感因素，所以看到书店倒闭了之后，其实是就是还蛮感慨的。所以在听到老师提出这样一个社群之后，就会想要去就是再研究一下，说为什么书店就是在不断倒掉的前提之下，仍然会有其他不同形态的书店在建立起来。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们家附近很熟悉的书店倒掉，老师我们会觉得真的很像是一个消失的地标跟记忆哈。这个读国文的人哈就特别有感情，然后面对那种消失，赶快看到老师有这个社团，我们赶快来加入，对不对？那怡萱您呢？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逛书店，也很喜欢阅读。对。然后我上过赵颖老师的课程，很喜欢老师带领我们做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老师提到的阅读空间，我们阅读的不只是书籍，也阅读这个空间。然后我就会想说，这个是一个很创新、很新颖的思考方向。然后我就想说，来跟大家一起共同讨论思考看。对，所以我们2位非常有勇气，跟着你们另外2位伙伴呢走出校园哈。老师多给的功课都是你们最好的成长。那其实我知道你们也到过台南的一些书店去，老师他们最主要是先从台南出发，对不对？那选了哪些台南的书店？我们刚开始走的时候，其实因为台南书店其实比较我们也是想在摸索。那但是我们发现网络上有一个台南书店侦探团那个很赞，它有一张很赞的地图，没错对不对？那我们就从那个地图出发，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台南市陆续这一阵子一直在推书店，对，所以文化局其实有一张地图是更扩大的，因为侦探团他们的地图是在台南旧城区，比较是旧城区的，然后文化局是在扩散出去，也就是它有旧台南县的也进来，所以幅员就更大了。所以我们就按照那个地图就是去走。对，然后从我们学校附近出发，然后再扩散出去。对，那但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考量到说，每一个城市它的书店都有它自己的样子，是对。那所以呢，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要有个参照系，了解，然后才能够更凸显我们台南书店的样子。所以其实你所谓的参照系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做出一个那样的分布表或是一个量表，那你能够看到不同的样态，你们参照去走吗？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本来是在台南地区走，但是因为我们希望说还有其他城市。我了解你们，所以你们在整个踏查过程中会从城市出发之后，再从别的城市去做类比，就对了。对，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台南市的城市。了解。那老师，我想请问说，我们先从台南这个地区讲起，就是说你们在做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你们应该有一个大致简单的一个分类吧。然后请问一下嘉文，你们去这么辛苦的探讨1年多了，你们对整个城市有个大致的分类吗？因为那时候其实会有这个分类的念头起来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美霞老师在指导我们，就是进行一些书店写作上。然后那时候就是经由老师的提醒，然后才想到说，其实我们踏访的这些书店，因为他们不同形态或者是地缘关系、选书方向，其实每一间书店的样貌都是非常不同的。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借由到我们就是我们这样走访啊，或者是其他的观察，就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些作为观察去做浅显的分类。对，了解。那你们现在目前的踏查的情况，是不是怡萱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踏查的状况的感觉是怎样？
我们大三上的时候是先从台南中西区向外扩散，然后我们踏查过书店，像唐恩书店、晒书店、乌邦图，还有石之鹤，还有木尾书店。然后到了大三下，我们到台南的旧城区，就是旧台南县的部分，还有像屏东、高雄，还有其他的城市，我们就想要做一个对话。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是比学校是在中西区嘛，哈，所以树林街开始出发之后，走出去辐射到很多的地方。那我想请两位谈一谈，哈，就是说你们在这样子踏查这些书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个书店的老板啦，或者书店的特色啊？可不可以请嘉文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特色感让你很难忘啊？因为我那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新营的晒书店。新营晒书店哈。对，因为那时候走访到新营的时候，其实就是借由跟老板的这样一个对谈，其实可以了解到他说，就是老板他对于这间晒书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期许的。对，他希望这间书店可以成为就是新营在地的市民学堂。他那个想法很不错，因为其实新营本身在人文上来讲，其实很有一点点辛苦哈，还有一个要一柱擎天撑起他的感觉。对，所以他就是在书店里面经常会办一些工作坊或者是讲座，然后邀请一些就是新营在地的一些那个住家或者是新营社大的一些伙伴来上课。了解，所以他也就提供了很多人不一定要到台南市那么辛苦来，还要坐个火车，你在新营呢当地就有一个很好晒书店的人文空间，所以这书店其实也变成他一个人文的介绍的很好的场合，对不对？那宜萱呢？你在这样你看到有没有更特色的这个书店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乌邦图书店。乌邦图很美丽的书店哈。我们的节目也会在那里录一集哦。对。因为乌邦图书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落地窗，它大面的落地窗。对。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阳光还蛮明媚的，就可以直接眺望安平河，整个安平的运河，对不对？那你们有一直到它的那个夜晚的时候去看那个感觉？那时候没有待到夜晚，但是老板有特别跟我们提说，他们有夜间书店的活动，会有一些音乐的表演啊，对，还有一些喝茶饮酒的活动，就很特别。所以其实乌邦图感觉其实蛮梦幻的，隔那层玻璃来眺望整个300年的一个运河，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因为乌邦图它其实也会做它的主题的策展，对不对？您去的时候，它正好有一个主题书展，一区一区的分布在那边吧，对不对？好，那所以呢，那样的一个主题书展对我们来讲，应该都会印象也蛮深刻的。是书店除了美丽以外，主题展也很重要。那嘉文刚刚提到说，这个书店呢本身，假设老板更有人文的想法，在地提供服务，那就更赞了哈。其实我看嘉文的有关感觉，下回呢，您毕业之后，搞不好你可以搞一个属于自己的书店，那非常有理想性了哈。那其实我就发现老师把孩子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台南的书店，那之后我们在下半学期他就往台南县，或是我们讲说往屏东地区走。对，那是他们是起去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带他们师生共学的过程当中，除了实际去踏查书店给我们的一些收获之外，其实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这件事情内化到他们的学习里边了。了解，对，他们是主动去觉得我应该去那里，对，然后他们每到一个城市，他们就会想去找书店。了解，我记得嘉文老师呢，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也来跟我谈说，他们呢其实除了台湾书店之外，也很希望可以到日本京都。对，我们也规划了一个这样梦想的一个行程哈，就是京都找惠文堂、惠文社啦一些书店。只可惜今年的疫情了，不过没有关系啦，我觉得我们理想一定会可以实现的。那我觉得蛮特别是说，我们在2位同学你们也经过了台南跟外县市的城市，这样你有没有发现这2个地区它有没有比较不同的一个比较？比如说嘉文，您觉得您有到屏东吗？那你觉得屏东跟台南有什么不同啊？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台南的特色是经由老屋去改建，所以可能本身台南的书店会有更多的叙事感。但其实到了屏东走访了几间书店之后，会发现说，其实屏东在叙述感这个方面其实也不会太弱于台南，甚至说他们在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多了一些在地关怀的部分，所以他们在选书上其实是更有一些就是在地生根的，所以他们的独立性搞不好
哈比较不会更吻合市场，就是说有自己在地的特质感。因为我去屏东也发现那个现象，尤其屏东自从那个他们在做设计展之外，它属于自己的主体意识是蛮强大的。所以你们总共在屏东逛了几家的书店呢？我们那时候成功走访的有南国青鸟，然后基本屋、小杨日栽，对，大概是对，这是蛮有特色的书店。那怡萱呢？你有到台南以外的一个书店去看一看吗？后来的大三下之后，我负责是台南的旧城区的部分。旧城区哈，那你觉得它有一个比较怎样的特色呢？像那边就是二手书店比较多，然后中西区的话就是新型的书店比较多。哦，也就是说你在一个旧城区，你们所谓的旧城区的定义是指台南县嘛？就说离开台南市比较远的地区，对不对？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地区中，他们其实属于自己的特色感是二手书店蛮多的。好，那我就觉得蛮特别，是说老师他们现在呢，在这个社群上啊，你有给他一个很好的节奏，就是说从自己的城市出发，从我们台南市，最后呢到可能是旧台南县，最后可能到外县市去。那这个社群的发展，其实我觉得一旦启蒙了，就您刚刚讲内化到孩子的世界里头，您一定对这个社群呢，希望他能够一直不管有没有存在，要不要做 paper， 他都能够有一个，我觉得你的预期是啊，那你的预想是什么？其实这个社群，我会希望说，像他们这一届已经大三升大四，是，然后之后我还是会希望能够带下一届下去，再往下再去扎根另外一批朋友，是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这个社群的同学们，其实他们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一年来踏查的成果，对，然后能够做一下记录，然后对。让更多人去分享，然后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几个方向的规划，第一个就是出版，对，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出版记录这些东西。那因为我觉得，目前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有关书店的书籍，对。那像介绍台北的或介绍高雄的都有，对，甚至像日本，其实他们很重视这一块，非常多。可是我们台南没有。哦，了解。对，专属于介绍我们台南的部分没有。了解。那而且因为一些书籍，他在介绍书店的时候，都是一间一间书店的介绍。是。那我们希望能够采用一种以分类的方式，然后我们学生推荐的形式来展现它。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希望能够规划出几条属于书店的文化的路线。哦，也就是说，您到台南，因为你们的记录的关系，它是有分类的。那你可以找那种，比如说很文青的啦，是，很傻逼系的啦，没错。搞不好有些书店是跟咖啡在一起的呀。哎呀，京都的这样做其实蛮赞的，所以老师我真的很鼓励你们可以这样做。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书店呢，在您的带领下，跟您的孩子的书写，我觉得啦，如果你们能出版，我真的是很祝福的，因为很多人逛书店很少是从学校里面的大学生的眼光来看，因为我孔子常讲后生可畏，我真的很喜欢老师您这样的社团。为什么？老师偷偷讲一下哈，我们可以偷偷跟学生学习很多，对不对？学自己就是那种想法，他们真的跟我们完全的不同。不一样，对。那我觉得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因为跟你们学生接触，也知道他们写了很多有系列的这样一个一个书店的报道，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精进。那我知道，其实他们的阅读也是非常的强大，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请老师呢介绍了一本书，叫做《书店的逆袭》。老师，您为什么会想到介绍这一本书呀？这本书店的逆袭其实是我们社群大家推荐的书。了解。那这个作者呢，岛浩一郎，他其实是日本的一个广告界号称鬼才的一位创意人啊。那在这个书中呢，他特别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根据他多年写广告的这个经验呢，他觉得创意这个东西，这个 idea 它是来自于不相干的一些资讯，对，而他觉得书店呢，它就是收集这些资讯最好的地方，对。然后他本身他又有成立就又开了一家书店，是啊，对，然后这个实体的操作，对。然后这个书店虽然是开启独立书店一个很特别的模式，对，所以他整个人在书中呈现出来，就是其实书店可以给我们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非常推荐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他讲到说，因为逛书店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资讯，这个主轴之下，他就告诉你每天逛书店之必要，像空气像水一样，其实可以带给人非常非常美好的一种感受哈。所以我在想说，其实也要请三位呢，也就稍微最后我们的节目中来提一下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社团，因为书而结缘。
那昭云老师，您觉得对这个社团您的期许是什么呀？我希望这个社群能够长久的、永续的经营下去，因为我觉得书店它其实是这个城市很美丽的一个风景，那我们不希望它消失掉。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社群，能够让这个书店的文化能够持续下去。对啊，所以老师您跟秀禾老师要继续加油。谢谢。那我们嘉文呢，你也讲一句话告诉我们你参加这个社团的心得。其实参加这个社群最大的心得，应该是就是可以接触到跟以往只是单纯逛书店的人，然后可以从老板的角度，或者是从店员的角度去观察，就是书店不同的一个想法。了解。那怡萱呢？参加这个社群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跟这一群人一起讨论，然后可以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例如像采访，还有写作，然后还有像今天的今天的录影，我想应该很永生难忘了哈。那我们真的也很感谢哈，我们厂一个美丽的发心，然后找一个很好的元素，那能够创造许多很美好、圆融而丰实的一个现象。那我相信呢，我们的昭云老师跟秀禾老师就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说，不仅是今年的这个社群，明年、后年、明年在台南大学的国语文学系，大家一起加油！谢谢我们昭云老师，谢谢嘉文，然后谢谢怡萱。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摊。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